是一种文字，但却很少有人读懂。它比藏文的历史还要久远，但却在浩瀚的历史中销声匿迹。它为什么不能和藏文一样流传开呢？跟政权和宗教传统选择都没有关系。关于它的传说总是令人难以置信。越来越多的军队到这个阿里来去常住生活。象雄这个王国特别神秘，它和藏文之间又究竟有着怎样的血脉关系？对藏族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深远的，至今没有定论。欢迎收看《藏文密码志》，探索象雄文字消失之谜。上一集呢，我们说到了古象雄王朝的消失之谜。好，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下和古象雄王朝同样神秘的古象雄文字。据说松赞干布向唐朝的文成公主求婚的时候，那个时候藏文还没有创建，所以呢，有人推断呢，松赞干布当时写的求婚书是用的象雄文字。那么这个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呢？象雄文字和藏文又有哪些关联呢？神秘的古象雄文字为什么没有得到延续和推广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连线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阿扎希拉华清。本期连线嘉宾阿扎希拉华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学博士，象雄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象雄文化，参与保护研究象雄文化15年，象雄吐蕃历史专家加肖格西西绕嘉措。本期连线嘉宾加肖格西西绕嘉措，象雄吐蕃历史专家，象雄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研究象雄文化历史近10年，象雄文化发展协会秘书长熊噶玛坚岑。本期连线嘉宾熊噶玛坚岑，象雄文化发展协会秘书长，研究象雄文化15年，并多年致力于象雄文化的保护工作。中央民族大学才让泰。本期连线嘉宾才让泰，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象雄文化和本教历史，参与保护和弘扬象雄文化10多年。针对松赞干布向唐朝求婚用的是古象雄文字，各位专家有什么看法呢？这个东西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我认为，应该是藏文。关于藏文的起源方面，我写过一些东西，我们也进行过很多年的研究。我们认为，在公元7世纪以前，藏文是存在的。并且现在的一些历史文献当中，比如说布顿佛教史，它也明确的记载，这个之前那个松赞干布当时他使用文字，他学习那个阅读书信，这样的历史记载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当时应该是使用的是藏文。在本教的经文记载中有什么呢？就是说大吉萨中这个里边记载有这个第一是年之藏布开始吐蕃王这个年之藏布开始有了这个象雄的这个很多大师派过来作为他自己的国师，然后那个时候大量的象雄文翻译了藏文，然后也有些记载里边这个4代藏王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藏文的这个痕迹的这种记载，所以说这个从生象文这个翻译到藏文的这个记载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传说是不准确的。据说松赞干布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他在自己有生之年一定要创造出藏族文字，为此他亲自选定了16名贵族弟子前往印度学习梵文，其中一位就是大臣吞弥桑布扎。一切困难都是不可想象的，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等等，最终的结果是吞弥桑布扎
坚持下来了。他在3年后回到了拉萨，造出了最早的藏文30个字母。从此以后，松赞干布开始在藏族生活中大力推广和使用藏文字。直到今天，所有的藏文化地区都接受了吞弥桑布扎改进后的藏族文字。但是我们还是先来推测一下，在吞弥桑布扎创造藏文之前，西藏又使用的是什么文字呢？难道一个吐蕃政府在上千年的统治历史中从来没有使用过文字吗？其实屯弥在学习了印度梵文的同时，也借鉴了当时已经形成文字的象雄文。如果是这样，在早期藏族族群中，拥有文字的历史完全可以推前到更早的象雄时期。这么推测的话，那么松赞干布当年向尼泊尔和大腾求婚的时候，用的并不是传说中的象雄文字，而是没有规范前的某种文字。难怪象雄文被认为是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年代所创制藏文的起源之一。现代中外藏学家竭力地研究象雄史，其中呢，研究象雄语言文字呢更为突出。仅象雄人名和地名而言，象雄在10世纪以前的众多王臣名和象雄境内的60个地名均为象雄语。阿里地区呢，至今仍在沿用古象雄时代的地名，比如说古格，再比如说阿里的普兰县。现代人藏文水平再高，如果不懂象雄语，也难解其意。那么象雄文字最早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出现的呢？象雄文本身的出现的上限，我们年代现在不清楚，很多东西，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它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明。这个象雄这个王国特别神秘，因为它早期工业比较发达，它造了天珠、首饰品啊、铁器、金属的那种加工呀比较发达，应该早于文字了那些。然后物质文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那个精神文明要跟上去，主要是这个问题吧。就那个本土的那个本教也要兴盛，然后传教呀，或者是国王的执政呀，应该是缺不了文字的。这是距离拉萨70公里的夏巴康寺，寺内有2座吐蕃时期的文字石碑。据考证，石碑上篆刻的是赤松德赞的誓言，大概晚于吞弥桑布扎创造藏文50年。有专家考证石碑的文字时，发现了一些文字上的不同点。僧人的介绍让我们开始了解到，石碑中一些文字是借鉴了古象雄时期的藏文文字，而象雄王朝是早于松赞干布时代，在高原西部由一些藏族部落建立起来的王朝。这就令人们会产生一种疑问，那么吞弥创造文字的过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他是否借鉴过象雄国的文字，而不仅仅是印度的梵文呢？如果是这样，藏族使用文字的历史就会更早一些，而且文字的产生还应该伴随着一定文明程度的社会存在。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能够破译它、解读它，但是这些文献是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文献资料，说明当时象雄已经发展了很高的一个水平。象雄18王国当中的主要是宗教方面的一个传播，它的宗教传播有繁杂的仪轨，很多历史文献，这些东西没有文字是很难传播和很难发展的。所以我们也认为早期的象雄是存在的，但是象雄存在的上限，就是说什么时候产生的，我们现在学术界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那么可不可以说象雄王朝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呢？我认为象雄文明本身是不能说是世界文明，但是至少喜马拉雅地区一个文明的一个中心。从这个角度讲，我一直认为冈底斯山周边
古代文明的一个中心。当时他们用的就是象雄文，并且这一块地方的文化，对周边文化、周边民族的文化产生过很深刻的影响。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文字，但是象雄本身的语言也对整个后世的藏族产生了很多影响。现在我们藏族的语言当中也经常有一些多多少少保留一些东西，特别是西藏西部的民间方言当中保存了很多象雄话。整体象雄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医学，这个就非常明确。现在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的是，藏传佛教的传统当中有一个叫四部一典，实际上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本教的传统里面也有一个四部一典，甚至经过现在的当代的有些学术研究，认为本教的四部一典比佛教的四部一典还要早。实际上，它本教的这个四部一典实际上是那个佛教传统的四部一典的母本。在今天阿里唯一的一座本教寺院里，这位老藏医叫葛隆丹增旺扎，他不仅是这里著名的藏医，还是本教的高僧活佛。早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本教已经在这里盛行。眼前的这些疗法都源自于丹增旺扎珍藏的经文，这是公元7世纪左右成文的经书，既有现在的藏文，也有古象雄文，还有古印度称为斯文的一种象形文字。老人告诉我们，象雄医学是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藏药的许多药名如橄榄、苦参等都是源于象雄的词语。象雄文明对晚期的对后来的吐蕃文化，实际上就是对藏族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深远的。这里面主要的还是表现在本教文化传统上。本教本身就是个象雄起源，以后在整个青藏高原发展下来，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在佛教传入以后，跟佛教互相影响，这两个宗教相处了1300年，互相渗透也很深刻。在这种情况下，它对整个藏区的影响，对藏民族的影响非常深刻。这是以佛教为主线，从思想上对它的影响。关于象雄文字的传说离奇神秘，至今没有定论。究竟谁才是象雄文字之父？说到象雄文字的创建，有一个人呢是不得不提的。每一个象雄文字都有自己特殊的含义。阿等的代表也他是智慧，这究竟是真是假？藏笔密码之探索象雄文字消失之谜正在播出。根据史料的记载，从本教最初的经卷使用象雄文，而后才翻译成藏文。今天呢，还有一些本教寺院的藏书中呢，还有一些象雄文和藏文对照的本教经文，以及两种文字对照的词汇。所以这么看来呢，象雄是早于吐蕃就有自己的文字，有他自己一生的朝拜地。他们五体投地的朝拜方式啊，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这是说到象雄文字的创建，有一个人呢是不得不提的。这个人是谁呢？来，我们一起看一下。马旁雍措是一个同时被本教徒、印度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崇拜的圣湖。这一带同样也是本教活动中心。圣湖夹在两座象雄地区最著名的神峰之间，它们是纳木纳尼峰和冈仁波齐峰。冈仁波齐也是本教的神山，而象雄文字就是在这里产生的。